后啊，别人以为我的心偏了倚了。这么对待一个小姑娘，太不人道了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袖手旁观啊！我是一纯爷们儿。母亲大人，江妹妹不管犯了什么错，也不能这样责罚她呀。我这责罚算轻的了。映月，那日在太液池娘娘落水一事，你是要负全责的。我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她既为你的姐姐，你就应该时刻敬重和保全她才是。那日我也没怎么着，再说我自己也不是很在意。母亲，您就不要这样虐待江妹妹了。哎呦，江妹妹！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吉祥。岳母大人，江氏乃赵王的妃子，您这般责罚，恐有不妥吧？太子殿下自己也说了，这映月是赵王的王妃，您插手来管此事，恐怕也有些不太妥吧？我自幼便与映月相识，一直把她当作妹妹看待，恐怕这不能算是插手吧。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，以兄妹相称自然是好事，可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且殿下和映月又都各自婚娶，我是怕这越是亲近的兄妹之情，越会让殿下您遭受非议啊。好在哥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这次就让我替你英雄救美吧。母亲大人，归宁呢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，你说这江妹妹在这跪着，一直让祖先看着也不太好，祖先们都累了。母亲，这倒是，那就看在娘娘的份上，让列祖列宗歇歇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该用午膳了，都散了吧。都散了，都散了，都散了吧啊！太子殿下，咱们也好些日子未见了，那就请移步正厅，陪我这个老人家叙叙家常吧。宝贝儿，你说母亲大人把太子留下来是因为什么事儿？刚才人多嘴杂，现在前后都没人了，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呗。说清楚点。娘娘，我听人说，20年前张家太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，那时候张家的叔伯兄弟们都还没有分家，咱们夫人呀，作为长子媳妇，主管家里的一切大小事务。有一个叔伯纳了一个上门女婿，谁知道这个女婿却背地里和侍女私通，被咱们夫人发现了，就按家规处死了。死了？可不是嘛。好歹现在我也是个衣食无忧、吃皇粮的人，齐胜要是死在张家，那我岂不是要给他殉葬？宝贝儿，饭我先不吃了啊！娘娘，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！齐胜你可不能死啊！我可不想给你殉葬了！不要！棒棒，不要啊！棒棒，你做什么？母亲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张婆婆，你又搞什么名堂？不用急着谢我。太子殿下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刚才跟您说的话，请您放在心上。您放心，您说的是，我会尽快办成。鹏儿，你做什么呀？您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杀了他，
不就是害人害己吗？你说的，娘听不懂。您不是要毒死齐胜吗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这要是人听见了，可要杀头的。谁告诉你的？也不是绿丽说的，就是有人曾经听说您私自做主杀了一个张家的上门女婿，我以为您又要……哎呀，又是此事啊！那人是自己在饭馆里吃了猪肚，恰巧那天府里有人送来了白茄烧莲子，我派人给他送了过去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两样食物相克，吃了就暴毙身亡了。既然您亲自辟谣了，那我信你。太子之所以不敢胡作妄为，就是因为对咱们张家的势力有所忌惮。我只想安心过日子，锦衣玉食的。齐胜他最好别来烦我，也别来搞我，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。他爱喜欢谁喜欢谁，我不在乎，我也管不着。傻孩子，你进宫之前娘就告诫过你，在宫里就算你不去犯别人，别人一定会来犯你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保命的筹码。保命的筹码就是皇嗣啊！老子只想在这儿混吃混喝，难道还要让我跟他共度春宵？哎，不行，我怎么能把自己的青春也搭上呢？我和齐胜，西吧，还是坐起来吧。太子，今天早晨在祠堂，还多谢你出面解围。那不算什么。太子殿下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坐下，陪我说会儿话。真的只想说说话？今日你莽莽撞撞地闯入屋中，可是担心我有什么不测？你果真是和从前大不相同。今日之事，你倒比从前通情达理、善解人意了许多。如今，你是越来越吸引我的注意了。我与你成亲也有些年头了，你确实也受了不少苦，我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，也想找个机会弥补。你千万别弥补。爸，宝贝儿，我多想放肆的哭一场。别说让我给齐胜生孩子，就是他碰我一下，我也有心理阴影啊。娘娘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您别这样委屈自己。生，宝贝儿，我多希望把齐胜换成你啊！你说你哭哭啼啼的，多惹人怜啊！啊，过来，陪我喝酒。啊，娘娘，您别这样为难自己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
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娘娘，娘娘我在呢。宝贝儿，你没走啊？你在就好。有你真好，陪我喝酒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穿越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。最苦逼的是，我被人要挟生孩子。我只想过有酒喝，有肉吃，有妞泡的日子，老天爷偏不让啊！娘娘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娘娘，宝贝儿，还是你最懂我的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那春茶，我就是那刚烧开的水，我他妈想泡你啊！哼！娘娘。宝贝儿，别走。